南投县的东德高中有一个正高惊西洋棋的学生洪承贤，代表台湾参加日本的公开赛，伫个 U18这组摕到第3名。南投市长甲南投县体育会特别颁奖表扬。1、2、3。 南投市长张家摕南投县体育会同齐奖奖座含奖励金颁发予西洋棋选手洪承贤，恭喜伊伫日本公开比赛U18组摕到季军，替台湾争取公平。它是日本3大赛事之一，但这是人最多的一次，我非常开心可以拿到第3名，然后我也没有预期我会比得这么好。洪承贤不断磨练战术和伊的判断力，伫咧比赛场才当冷静，甲对手对手完全无咧惊。希望有更多的小朋友透过西洋棋的学习，不管在自己的课业或者是脑力的发展，以及这个待人处事上，都有一个很好的成绩。洪承贤毋忘家己继续打拼，希望让世界搁一摆看到咱台湾人的厉害。 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